立法院会今日继续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调也是继续伫遐相答。同案的部分呢，进前南北两党抬调939亿外，抬开是总预算3%。其他上摆的提案包括着甲这台电上千亿补贴抬调等等呢，拢爱伫咧休会进前来完成表决。民进党是呼吁讲着爱以人民的福利优先，毋过在野党也批评讲，这对应台若准备晓执政，就赶紧落台。立法院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22日继续表决，要赶伫休会进前完成。进前通案的部分，台检的金额有939亿7500万，占总预算的3%。行政院长杜永泰第二届带部会首长召开记者会，向在野党发声。黄国昌委员可能是目前忙着选党主席，忘记了知道政府多做、新做了多少事情。预算被删成1块钱，业务费被大幅的删减，难道这不是在瘫痪国家吗？即使扣掉了删减数，手上还有2兆9千亿，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施政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说，无能的卓荣泰，请你下台。文化部是警示，若提案体检冻结通过，有真侪活动拢爱登记，包含早特典开规划、金曲奖甲金钟奖。另外，毋但影视人员，包含网架、出版、表演艺术甲视觉艺术等团体，伫短短几工内组织，就知影经费体检的伤害有偌大。因为文化人他本身思考是很独立思考的，他很不喜欢谈政治，很宅的在家里工作。然后你当他全部站出来说，就表示看到这是国家重大危机了。很多的吹哨者告诉我说，在这个分配资源的预算中，是要照着政府的意识形态。我不想让文人变成养人鼻息的人。目前确定通过台检冻结案，包含外交部媒体宣传费1.1亿全部抬掉。关系到藏水南国造后续的预算20亿，确定冻结50%。但海军和海测通过向立法院议会专案报告了后，经过同意才当动机。可冻结中选会选务促进业务费678万外，要求1个月内提出罢免人数新计数。另外，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是拜托在野党对防疫预算手下留情。如果再通删掉我们这个全部的媒体宣导费的话，我们的同仁想请问的是说，我们防疫宣导是不是不重要？是不是不需要做？就是说不要浇熄国家公务员想要为国家服务的心。只要跟我们充分的讨论跟说明，国民党都会做适度的一个调节。蓝白两党联手，对于各个部会的媒体宣传费是无差别的全数删减。也就是要掐住政府的脖子，捂住政府的嘴巴。民进党呼吁南北谨慎思考国家的风险，卖南三台预算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在野党是认为讲，政府今年预算编列创下历史新高，左党黑白边是咧甲人民的钱看顾好势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